你點樣睇城市生活療癒啊？咁我由細到大咧喺香港，即係喺香港出世，喺香港長大，香港生活。城市對我嚟講係即係一個好 familiar 嘅生活環境。我會覺得喺城市入邊生活係一個既好中意，亦好唔中意嘅生活體驗啦，你可以咁講。即係我自己細細個喺城市嘅時候，你就已經習慣咗一樣嘢。我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就係話，我住嘅地方樓下一定要有七仔。點解咧？因為你細細個已經習慣咗喺城市嘅生活，你所有嘢都係好方便。OK。所以如果我落樓冇七仔，嗱，雖然其實講真，我真係冇乜試過無啦啦要落樓下間七仔。就算我自己而家住嘅地方，我樓下有2間七仔。我除咗喺嗰度交電費啦，我而家上網交電費添，我冇入嗰間七仔㗎。但係唔知點解你嘅心入邊就會覺得我就要嗰個方便嗰個去到邊好似個水泡咁，即係唔係話七仔係一個水泡，而係嗰個你係一個好可能習慣咗嗰個好密集嘅環境，你會覺得好似好有安全感，即係唔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開始自己工作好多 travel 嘅時候咧，你又會覺得有陣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咧，都幾好，又好似冇乜嘢咁，即係又好似幾 relax 因為你會發現原來你喺城市入邊，你所謂嘅我一叫就有人應，相對地人哋叫你都要應咯。係啊。咁我咪冇得揀，我可唔可以好寧靜咧？咁所以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城市嘅生活我中意嘅。因為畢竟嗰個接拍係喺度，但係一個好 relaxing 嘅生活，我覺得係對於一個城市人嚟講好需要嘅調味品咯，我可以咁講。我有時候咧覺得一樣嘢好妙啊，好得意嘅就係，我一路都喺度探討思考呢個問題，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嘅工作就係做諮商嘛，咁我每日都對好多唔同嘅人，尤其主要都係香港人啦。咁喺呢個無論喺八字嘅諮商，或者係喺身心靈方面嘅諮商，我都發現一個問題就係咧，係一個好你覺得好 rich、好多嘢、好多選擇、好都市、好國際、好繁華嘅城市入邊咧，但係入邊嘅人咧係總係冇得揀，同埋好似好多嘢都缺咁樣噶嘛，又缺而且係冇得選擇。佢總會可能我建議任何嘅嘢時候咧，好多時候佢哋總會有講出好多嘅理由也好、原因也好，就係佢哋冇得揀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嘅生活已經係滿到咧冇留白、冇空間，個心靈冇空間，自己嘅成長冇俾空間俾自己去成長，冇俾空間俾自己去接觸下其他嘅事物，因為太滿啦已經，所以變咗係喺久而久之佢哋空間留白嘅地方唔夠嘅時候咧，變咗佢哋冇咗好多嘅創造性同埋一啲嘅可能闊啲嘅可能性。可能因為我自己玩音樂噶嘛，係咪？所以對於我嚟講，我會覺得空間感係真係好重要，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幸運地可以好奢侈咁喺香港一個咁彈丸之地有自己嘅屋企，即係可以一個人住，我有一個 me time， 即係我好經常都可以有 me time。但係我都明白好多人其實要呢個 me time 係好難，好卑微其實，係啊，所以譬如我喺我自己嘅尋找藝術呢個道路上邊咧，我呢個一個少少嘅分享，我養成咗一個咧，我會自己喺個腦入邊製造一個 me time 嘅空間。即係我而家有呢個有冇可能一個能力嘅，即係我自己而家會係好容易去到任何一個地方，我好似
我就可以去到一個自己平靜嘅狀態。咁我覺得我唔知雞先定蛋先，即係我唔知因為我有玩音樂，所以我又能夠有呢個能力啊，定係我有呢個能力，所以我可以玩到音樂。但係我覺得都市人 in a way 係好需要去訓練，我唔知用呢個 term 啱唔啱，或者去嘗試去令自己有冇辦法去經歷呢一個感覺，就係話我可以喺一個好煩囂嘅地方揾到自己。我覺得其實有陣時候我哋有陣時諗到太過0到100，即係我哋覺得工作就係工作，生活就係生活，而且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嗰個唔係叫生活，嗰個叫生存。但係其實咧，我哋唔需要咁極致0到100，即係唔係工作就一定係零生活，或者係生活就等於係零工作。我哋可唔可以喺中間慢慢5分、10分、15分嘅互相去彼此靠近，大家嘅中間值，即係呢度行前一步，嗰度行前一步。每日可能係俾緊自己5分鐘、10分鐘、15分鐘嘅時間。其實你由呢個細碎嘅少少嘅空間俾自己，你有每日至少有5分鐘、10分鐘去尊重自己嘅內在世界，尊重自己嘅 me time， 俾自己一個留白嘅權利。我有權喺呢5分鐘、10分鐘，我係唔講任何嘢，我唔覆任何嘅信息，我完完全全翻去到自己嘅內心去嘅世界嘅話，我覺得人係需要，人係真係好需要呢一樣嘢。哪怕係你去練習去做冥想開始，可能每日5分鐘、10分鐘，或者係你，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去諗冥想咧，就係覺得我一定要係打坐靜落嚟，乜都唔做。但其實可以唔係咁，冥想其實可以係好多嘅方式，包括係繪畫、coloring， 或者係寫字，或者係你隨機嘅好自然嘅狀態，敲擊一啲嘅音樂，一啲嘅樂器，去真係完全係唔需要帶有任何嘅批判，去自己去生產一啲嘅聲音俾自己。其實係講緊嘅，哪怕係你真係沖涼咁企喺度5分鐘，俾清淨水去灑滿自己嘅身體，呢個同時做一個清淨自己嘅一個冥想，其實都已經係好好嘅啦，有好好嘅 me time 嚟嘅啦。我覺得可能好多人連諗都唔敢諗啊，諗都唔敢諗，哎，我可唔可以擁有呢個 me time？ 即係我覺得好多人可能覺得，哇 me time 好奢侈。我如果有嗰5分鐘，我可能個 report 可以早5分鐘做完，或者我有嗰5分鐘，我就可能可以搶到嗰個平機票，係咪？即係我覺得，我其實覺得好多人咧係冇曾經體會過寧靜。咩意思咧？即係好似你從來都冇食過榴蓮。OK， 我點樣同你形容？因為我好中意食榴蓮。你都唔會明噶嘛。係唔會明。我就算點樣形容、點樣講，你都唔會明。我覺得有少少就係好似我從來都冇感覺過我嘅內心嘅嗰一個寧靜。OK， 係一件點樣嘅事？你以為自己坐喺張台前邊嗰個寧靜係嘅，佢係一個寧靜，但係咪真係可以好徹底？From deep inside。係啦，同埋你係咪真係可以同譬如大自然或者我所謂嘅宇宙去有一個深層次啲嘅？我自己會覺得係有一種潔淨啊，即係好似沖涼嗰種感覺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覺得可能你真係冇曾經經歷過。我而家同你講話靜喺度5分鐘嘅嗰個靜5分鐘嘅冥想，都未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因為等於你曾經經歷過之後再去做嗰5分鐘嘅冥想咯。因為係你真實嘅體驗帶俾你嘅個感受同埋個領悟係唔一樣。呢樣嘢我正正就係好想分享，就係因為我都係由細到大喺香港，我好長嘅時間都喺香港讀書啊、生活啊，好典型嘅好普通嘅香港小市民啦。咁真係我其實完全我從來冇諗過移民嘅，其實我從來冇諗，我完全冇呢個諗法，因為我覺得即係講句現實啲嘅，香港就係好揾錢、好遍地機會嘅地方嘛。咁
咁所以其實我係完全冇諗過我會離開香港，我會移民。咁我所謂嘅離開香港同埋移民係一個唔可以話一個美麗嘅誤會，但係真係一個天意安排，就因為嗰時疫情冇辦法地，我完全冇辦法出入境嘅情況底下，咁當其時嘅條件，的確係我 stay 喺馬來西亞係會舒服好多，因為馬來西亞屋夠大，環境夠大嘛。咁我係因為疫情咧而 stay 咗喺馬來西亞邊。咁我真係長時間地離開香港，喺一笪另外嘅地方生活嘅時候，我先至明白一樣嘢，就係頭先你所講嘅流年嘅道理，就係原來一笪地嘅磁場能量係真係唔同嘅。你唔喺嗰度住一段時間，可能你試最短係maybe 3個月，你住滿3個月以上，你真係會感覺到自己身心靈成個人嘅狀態係會唔同咗。我最大嘅轉變係乜嘢咧？係好詭異㗎！我以前喺香港咧，我係唔需要點樣瞓覺啦，好長嘅，每日係瞓我諗4-5個鐘，跟住做15個鐘頭嘢，我係咁樣嘅人嚟嘅，不嬲都係。應該個個香港人都係咁嘅，所以大家係互相好明白彼此。我以前覺得自己冇問題咯，好 OK， 我不嬲都係咁，我不嬲唔使瞓覺㗎嘛。但唔知嚟到呢度之後咧，我忽然之間係佢瞓晏覺。經過疫情之後咧，我竟然瞓好多覺。係，我反而即係唔係好多人咧係生小朋友之後係唔瞓得嘅，我瞓得好多。OK，我反而有小朋友喺馬來西亞呢個我人生瞓最多嘅時候，我而家瞓少8個鐘我唔夠瞓添。以前係我瞓多過7個鐘會頭痛㗎，所以我必須要起身。但我而家係瞓得多啦，跟住係好可以休息，因為以前咧休息會有罪惡感，我哋覺得死啦！我係咪爭咁啲乜嘢啊？我係咪今日好唔應該，好過分，或者係我係咪懶啊？我係咪有問題，或者我係咪浪費咗時間？或者我今日點解冇客嘅？我係咪點樣？即係你會好多呢啲嘢，你好想原因，你想塞滿晒自己每一日24小時。但呢度我係覺得好 chill 嘅 ，OK， 今日我有3個 job、5個 job。咁我就去做啦，我就係突然間好似變咗個人咁啦，我瞓得啦，然之後我越嚟越冇俾自己壓力。但其實一樣嗰啲嘢，只不過係就換咗個環境，換咗個氛圍。咁而且我的確喺呢度有一個感覺就係咩咧？冥想嘅時候咧，係以前可能要半個鐘先至覺得自己喺嗰個狀態，而家可能慢慢5分鐘、10分鐘已經係好靜喺嗰個同自己真係 me time 相處嘅時間。因為呢段時間我旅居東馬啦，嚟到東馬係更進一步地覺得，哇！成個城市俾我嘅感覺係好 peaceful 咯。嗰種 peaceful 係令到你係完全可能你3-5分鐘，乃至係你喺個樹底下，你喺個山洞入邊，你喺個海邊，你瞬間咻一聲，你就已經去到嗰種呢一刻就係我同我自己嗰種感覺咯。所以我覺得係有陣時候都市生活當中，我哋要俾自己有選擇。我覺得唔係人人都適合移民嘅，呢個係真嘅，因為我哋慣咗個生活模式。但係我哋要喺我哋嘅既定生活以外，俾自己選擇嘅空間，哪怕嗰個係3-5日，哪怕係3-2個月都好，你要有個選擇嘅空間。但係咩叫選擇？選擇係我先要認知呢個可能性，有呢個 choice 喺度嘅時候，你要試過先。係啦，你要試，你要去 taste。例如你榴蓮咁樣，你要先 taste 第一啖，你慢慢去品嚐，慢慢去感受自己嘅中唔中意呢件事，然之後你先知道以後我再唔再買榴蓮啦。咁所以個 point 就係我哋點樣喺一個合理嘅最低成本嘅範圍以內，俾自己認知呢個世界多啲，俾自己多啲選擇嘅可能性咯。我都會覺得其實我可能 throw 一個 question 問下大家。你諗一諗，你對上一次試一樣你從來都冇試過嘅嘢係幾時？真係，我有一個好深嘅印象俾自己，就係即係我自己有一個好深嘅印象係我第一次潛水浮潛啫。但係我嗰次浮潛啦。跟住就潛到出去一個好深嘅位置，
我覺得我個潛水教練係好勇敢。嗱，我唔係一個好叻游水嘅人。佢話：點你浮潛係有着晒嗰啲救生衣，綁住晒，你除晒嗰啲嘢，佢同我講。我喺海中心啊，你除晒嗰啲嘢，你試下潛落去。哇！我係咁樣啦。佢話你試下啦。我又真係我又真係咁勇敢，我真係試。但係嗰一刻嗱，雖然咧係講緊10零秒，因為你閉氣嘅啫嘛，我冇晒所有嘢。但係嗰10零秒咧，足夠我記得一世。我嘅人生，我諗我人生最安靜嘅嗰10零秒，就係個位置，而係同大自然，你浸喺個大自然入，得翻你同大自然。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好慶幸我有試過。嗱，但係真心嘅，你叫我而家我係咪會經常去做呢一樣嘢？我未必，可能鑑於我自己唔係真係咁熟水性，同埋我覺得都有一定危險性嘅。其實我覺得我嗰一刻係好勇敢嘅，即係萬一有咩事我就拜拜，又喺個海度。咁我相信嗰個教練係佢覺得自己 manage 到嗰個情況，佢先叫你咁。但我慶幸我有試。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諗一諗，你對上一次試一啲嘢係你從來未試過嘅係幾時？你試完之後你可以以後唔做。但係你要試啦。係啦，咁但係當然你要衡量你試嗰樣嘢有冇危險性，或者佢會唔會傷害你嘅身體，係咪？但係有啲嘢你會發覺原來你試咗，佢會喺度一世嘅，成為你一世嘅一個記憶同埋一個體驗。你會真係到你真係嗰一日走嘅時候，你係會帶走。係。深信呢啲好深刻嘅嘢，真係你去到走嗰日，你會帶走。所以我覺得有時人生，我哋無妨貪心少少。其實係無妨貪心少少。呢個貪心其實都唔係一個啲咩大代價。因為貪心成本其實好低啫。係啊，只不過係不如行多一步啊！不如我哋去了解下各種嘅可能性，至少我哋去試，至少我哋去體驗一下、感受一下，覺得唔舒服、唔中意，我哋以後唔再選擇。但係至少俾一個機會俾自己個生命入邊有多一啲嘅顏色咯。係啊，所以點解我咁中意學嘢？咁今日我哋啊傾到嚟呢度啦。你就快要翻香港啦！我去啊，我走啦。好，但係我會再翻嚟。我哋。